對不可歸責嘅人進行收容，係一種剝奪人身自由嘅保安處分。為咗適時審理係咪需要繼續維持收容嘅決定，刑法典第85條規定咗對被收容者重新審查嘅情況，包括一，當有人提出有終止收容嘅合理原因，法院得隨時對該問題作出審議。若合理原因得以成立，應終止收容。二，自開始收容或作出維持收容嘅裁判起，經過2年之後，不管有冇人作出申請，法院必須主動就係咪終止收容嘅問題作出審議。而根據第86/99/M 號法令第48條第2款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82條規定，為提出重新審查，社會重返部門需要提交報告。報告中需要對被收容者嘅家庭及職業背景加以分析，而檢察院除咗需促進必須重新審查被收容者情況嘅程序之外，亦需要就重新審查提出其意見。法院喺審理時需要按具體實際嘅情況作出判斷，尤其係透過進行精神病學鑑定，亦可依職權或應檢察院、被收容者或辯護人嘅聲請，採取視為對作出裁判屬有利嘅一切措施。值得注意嘅係，法院對被收容者嘅重新審查喺任何情況下都唔應當影響最低收容期限。例如甲係不可歸責嘅人，其因為觸犯嚴重傷害身體完整罪而被法院判處收容3年。由於符合法律對該性質犯罪嘅最低收容期限規定，故3年內都唔會對其情況作出重新審查。下星期將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對被收容者作出考驗性釋放嘅規定，敬請留意。